各位品味非凡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Ben。今日咧，我唔係淨係想同大家講一隻錶咁簡單，而係想分享咧一種生活態度，一份咧屬於男士嘅浪漫啊！今日咧嘅介紹嘅主角咧就係浪琴名將系列嘅月相錶啊！嗱，呢一隻 L2-919-4783。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咧，有時咧我哋需要一啲咧慢活嘅提醒啊！嗱，呢隻錶咧唔單止咧係準確報時咁簡單啦，更係咧將天空神秘最優雅嘅月亮變化，靜靜地咁收納喺你嘅手腕之上啊！講到設計咧，浪琴名將系列咧，從來咧都唔會令人失望啊！呢個銀色嘅蜜粒式紋錶盤咧，係經典中嘅經典啊！大家睇下呢啲細緻嘅紋理，喺光線下呈現出唔同嘅光澤。嗱，配上藍鋼嘅指針，簡直咧係一個藝術品級數啊！喺6點鐘位置咧，有個月相盤喺度。嗱，喺呢隻錶嘅靈魂所在啊！佢咧係提醒咧你抬頭咧望下天空啦，感受下時間以外嘅宇宙韻律啊！嗱，呢個外圈咧，佢仲有個指針嘅日期嘅。嗱，見唔見到呢個細針有31號嘅，功能實用，但係啲設計咧依然保持優雅同平衡啊。咁如果佢開咗個日曆窗喺旁邊咧，好似平時我哋做數目字嘅日曆窗咁樣啦，阿拉伯數目字日曆窗，咁我成隻錶個平衡感會失去咗。咁而家咧佢就喺月相中間呢度啊，做咗個指針日曆。咁啊，成個錶咧感覺咧 balance 好多啊！嗱，呢隻錶嘅錶直徑咧就42mm 啦，戴上手咧夠晒份量啊！嗱，亦都唔會太過累贅啊！嗱，配搭埋呢條深啡色嘅鱷魚皮錶帶，再襯埋呢個摺疊扣啊！無論咧係襯西裝啊，或者係一個 smart casual 咧，都係絕配嚟嘅。呢隻錶咧真係非常之百搭啊！咁啊〜阿 Ben 自己覺得咧，佢會襯呢個恤衫西褲啦，或者係 smart casual 咧，都絕對冇問題啊！咁啊，非常之容易襯衫嘅一隻錶。浪漫嘅外表下咧，係精準嘅機械內涵。呢隻錶咧搭載 Longines 專屬嘅自動上鏈機芯，機芯型號 L899，擁有72小時嘅超長動力儲存啊！每小時震動咧就25200次。點解阿 Ben 咧會推薦呢隻錶俾大家？因為咧呢隻錶咧會提升到你嘅品味，展現到內涵嘅最佳拍檔。嗱，佢嘅價錢咧唔算太貴，21,600定價。咁啊有齊晒呢個咁經典、咁有故事性嘅月相錶啊！咁而家咧我哋仲有優惠嘅，如果有興趣嘅錶迷咧可以 WhatsApp 俾阿 Ben 查詢佢嘅優惠詳情啊！呢款浪琴 Longines 名將月相腕錶 L2-919-4783，香港官網定價咧就21,600啊，而家仲有優惠嘅。如果咧大家咧想有啲咩查詢咧，可以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俾阿 Ben 啊。咁啊呢隻錶嘅質感啊，上手嘅感覺咧，齋睇片咧絕對唔夠㗎。咁啊歡迎大家咧嚟到我哋尖沙咀門市啦。咁我同阿咪哥咧都會喺度等緊你啊！咁啊，隨時上嚟揾阿 Ben 交流下手錶心得啊！試下邊隻錶最襯你啊！嗱，今日嘅介紹咧就去到呢度啊！記得俾 like、分享同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下次再見，感受時間嘅浪漫，拜拜。